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我是民张伟伟，今日要和大家来做伙讨论哦，原住民族拍拉这个问题。今日咱看到伫咧宪法法庭有真丰富的这个讨论。事件是发生伫咧2013年8月时阵，那么看到讲布农族布努这个王公禄族人因为这个用家己制造的这个枪拍这个山姜也好，还是讲山羊等等这保育的动物啦互马友好老母互伊来食，才会临时要去拍拉但是咧，煞恐违反着咱讲的这个枪炮罪以及咱讲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判刑3档半最高法院伫咧2017年申请着释宪，计3档外，大法官总算伫今仔日3月7号即日进行咱头拄讲的这个言词辩论啦那么看到讲布农族这个族人王公禄被判刑啦王公禄向大法官申请着释宪了后，那么看到讲另外还有原住民族潘志强，还有桃园地方法院法官嘛申请着释宪，大法官将这4件案件申请着做回来这个宪法法庭做开着咱讲的这个言词辩论啦嘛邀请着王公禄、潘志强甲内政部警政署、农委会等等这机关做回来演议啦并且嘛演议着咱邀请着咱讲原住民族专家甲生态保护专家。这个表示因的这个意见所以咱讲今日咱看到这个释宪法庭审判长柯宗力嘛讲专案辩论结束了后1个月就制定这个咱讲日子啦来公布这个解说这个部分，但是咱嘛看到讲有争议的点到底是啥物呢？就过去讲咱讲原住民族拍拉这个野生动物是毋是爱事先来得到这个允准？另外咱嘛讲有。一个案，就是看这个空气枪是不是应该列入去这个原住民会当使用拍拉这个枪的这个种类啦咱嘛有人讲这个部分，咱等下好好来去讨论啦咱嘛看到讲其实原住民族真尊重着咱讲的这个规个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智慧啦，拍拉这文化已经是几啊千档的这个代志而且咧，伫咧动物有新的这个期间，还是讲咧生态这个期间是禁止拍拉还是讲你若是无枪、无拍拉去用笑等等这部分。另外有一寡这个难题爱去解啦咱讲到的野生动物保育法，还是讲伫咧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等等，还有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条即这个对话，咱透过今日做伙来各一摆来做伙了解。现在邀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邀请法律辅助原住民族中心专职律师主任谢梦武。大家好。第一位，咱们邀请到原住民族青年阵线成员甘年阳阿贵。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到台湾原住民族政策协会理事长叶巴斯。这是阿飞飞，大家好。透过连线，咱们要连线到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执行长朱正宏老师。大家好。是，首先要带大家来看讲今日这场这个言词辩论4点钟久的这个时间，咱嘛看到讲无论讲内政部也好啦，咱嘛看到讲真的真济这个单位农委会真正嘛来做一寡这个意见的这个表达，但是咱嘛看到讲王公禄首先用到这个俗语来讲当初时真正是要友好老母，想要接去拍拉啦，但是咱讲这拍拉拢爱遵循着咱讲的这个部落的这个禁区也好，含环境生态共存，但是伊无奈啦会防判刑，先做来看。树叶瓜网坑落予捣毁，龙烟开始撑起来。无论的拉人王公禄甲几啊个原住民团体，当初伫咧司法院头前，透过升龙烟的仪式，传达拍拉文化无罪、法律违宪的信息。而且尔激动，是因为8年前，王公禄因为因妈妈有血真少年山顶野味，所以举家己做的长枪去拍野生保育类的动物，怎去互判刑定宪。虽然非常上诉了后，最高法院裁定停止审判，嘛申请释宪。不过，原住民以传统文化野枪拍拉去互判刑，引起外界质疑讲，目前的法律有违宪的疑虑。除了王公禄，还有卑南族的族人潘志强，还有几啊个法官嘛申请释宪。查到大法官头一届召开言词辩论。狩猎是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但是自制猎枪却不是。所谓自制猎枪，只是主流社会强加在原住民身上的想象。我们主张给予原住民猎人有一个符合科技安全的猎枪是非常重要的。
图法官整理争议的点内底，包括原住民族掠野生动物敢爱有事先的许可，甲空气枪敢爱列入去原住民会当使用拍蜡的枪的种类。申请的人质疑讲，法律规定原住民敢会当使用家己做的拍蜡的枪来拍蜡，毋过这种拍蜡的枪结构伤过简单，枪支伫咧枪内底爆炸的风险真悬。原住民使用了后，伤亡意外渐渐出现，嘛认为讲拍蜡采事先许可的制度，原住民的蜡人毋但无法度预测会掠到什么款的动物，嘛违反着因的信仰甲禁忌。基于强调枪支的低效能，同时要符合狩猎的需要，仅开放前膛枪。因为低效能在于低治安的危害性，并不是在于所谓主管机关仅提供落后的、破旧的、不安全的狩猎枪支。因此，在立法目的跟手段之间存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对原住民来讲，到底会当有啥物款拍蜡的枪？内政部甲警政署认为讲，虽然宪法保障原住民拍蜡的权利，毋过拍蜡的工具应该受到规范。另外，这个争议的点，还佫包括拍蜡文化甲野生动物保育等等的议题，拢会伫咧开庭的时阵佫进行攻防。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到这件案件吼，迄当阵伊捡到这支枪吼，但是伊嘛做一寡这个改良吼、甲改进吼，啊为着咱讲吼，为着要友好吼，这个妈妈吼，山顶海味啦吼、野味啦，咱看到山姜也好，山羊也好啦吼，要互妈妈来食，但是咱看到迄当阵吼，这个山姜啊也是保育类的这个动物，但是咱看到2019年吼，这保育类山姜啊去互去除掉这个保育类的这个生物，安尼看起来吼，这个原住民族安尼。真正会当解除掉这个咱讲罪名吗？咱先请律师。其实咱若讲到这个问题，咱先了解一件代志啦吼。咱原住民是比中华民国政府更加起来直接来主人嘛。是。伊其实拍蜡文化已经持续过来千年、过来100年到今嘛啦吼。那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有咧拍蜡。好啊，我咧用这样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利用，好，让我咧做这款的代志哦。那所以讲，其实你要看吼。那整体，咱即马这个大法官解释的时阵，伊第一点就开始问讲，要安怎去平衡这件代志，就是讲咱野生动物保育甲原住民狩猎，这是要安怎平衡？是。但是咱先讲一件前提的，就是讲，今仔日这状况，敢是原住民造成的？造成的，咱先去思考这个问题。好，那无法度咱要接受这个现实，其实大家拢知影，你若看林务局的报告，你若看一寡生态学家的报告，你也了解栖地破坏才是真正的主因。是，好，那所以说咱北当把所有的物件拢归咎在原住民打猎身上。好，啊，过来，咱今仔日为鉴定人，吼，咱唯一的生态鉴定人，吼，裴佳琪裴老师的鉴定报告内底，啊，佮林务局那么多的研究报告内底，你会当看得出来讲，原住民拍蜡引起。记录落来发现什么代志？发现讲，其实因那个整体野生动物的族群数量，其实它并没有减少，有的还增加。也就是说，数量无减的哈。也就是当咱咧看这个代志的时候，咱每当看到个别动物生命的逝去这个代志。那看的是讲整体，如果从保育的观念来讲，我们要讲的不是个别单一动物的保护，而是要从整体的数量去看那个族群的存续。那从专业的生态专家的鉴定人的报告，那从林务局的报告，我们都看得出来，其实这个没有冲突的。好，所以讲哪讲这个代志来讲的话，其实咱刚刚讲原住民，其实他们传统文化的狩猎上，待会可能另外2位来宾也会补充啦吼，但是咱原住民原本的文化来讲，就是它有一个世界观、宇宙观、价值观，这个狩猎文化对自然的理解跟生态的尊重是有的。好，那其实哪公今晚有讲诶，哪公布农族没有猎人这个词。是，那我要成为一个布农，就是我要能够去守卫我的传统领域。卑南族的人讲，我们也没有猎人呐这个词啦，族语，我们就是一个巡守传统领域的人，巡守传统领域啊，我带回来，祖先给我带回来这样的一个猎物，好，所以讲。基本上这个物件它不见得是冲突的，但是基本上发生讲这样的一个，因为毕竟现况就是有些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再看看怎么去衡平，怎么去讨论，好，来消除一些大众的疑虑啦。是消除这个疑虑啦。但是咱嘛讲到，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地区已经几啊千年啊，咱嘛看到讲过去，因为这个白人真侪汉人朋友甲因赶到这个山边去，啊，咱即阵佫用到这现代诗，也是讲我用到这个生态保育这个部分来去省断掉因过去这些地
智慧敢有通咧吼。继续，咱嘛过来请教这个朱老师啦吼，朱执行长啦吼。其实咱头拄也听到讲生态这个平衡，其实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原住民族因有因的这个智慧伫咧啦。咱嘛看到讲因的这个拍拉时阵，什么时阵会当拍，什么时阵袂当拍，其实拢讲甲真清楚吼。要来请这个朱执行长甲咱解说一下吼，针对今日咱讲伫咧宪法法庭头顶的这个言论辩论内底啦吼，你有看到什么咧？我较歹势啦吼，我家会说当家，但是讲较袂变正吼，所以我用国语哈。是。那第一个我想要说的就是，牧民他受到过去不管是清朝还是国民政府还是日据时代，他受到的压迫，跟我们现在谈他是不是可以狩猎，以及他这个狩猎权其实是不同的一回事。那我们今天是在宪法的法庭上面来谈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其实任何住在山边、住在森林边、住在河边、住在海边的人，都会狩猎。那他要狩猎，他要维持他的生存，他必然就必须要尊重这个一定程度的尊重自然。就像中华文化里面所讲的所谓“抚今以时入山”所谓的网开一面，狩猎网开一面，这些都是山里智慧。那今天住在澎湖的人，住在金门海边的人，住在台南盐水溪旁边的人，还是在渔猎，所以不必也不需要把所谓的狩猎这么浪漫、这么美化啊。我们今天要在宪法层次谈的问题是，宪法尊重原住民文化，但是原住民有没有狩猎权，这是两回事。狩猎是可以存在的，而且不是只有原住民，所以我们要说的是，原住民的狩猎它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文化还包括的饮食，还有包括食衣住行娱乐都在内，所以狩猎权不一定，的确狩猎不一定跟生态的保育，好像狩猎就是令生态保育崩坏的唯一的罪人，的确不是这样，但是我想我们也不是这样论述，我们要说的是。狩猎是可能他有需要的人，他就需要做。那如果没有需要，如果山林已经崩坏，那这个山林是所有全民所共有，那它就不应该是一个原民一个民族，只是因为它叫做原住民，它就拥有所谓的狩猎权。那既然大家都在狩猎，那如果山林的生态的环境已经受到了影响的时候，接受政府一定的管制的程度，不管是原住民也好。住在澎湖的人也好，住在盐水溪旁边的人也好，都应该接受政府的管制。我想我们的论点是这样，应该要平等来看待这样一件事情。OK， 头一这个部分吼，咱先感谢这个朱执行长啦吼。头拄也有讲到吼，这个拍啦，还是讲这个去掠去吼，其实拢是所有人的这个权利啦吼。但是咱嘛讲到这回这个重点是吼，因为这个枪的这个问题也好啦吼，因为这个拍啦吼。伫遮爱去互这个吼，用到这个法律来去用刑法的这个处理啦吼。咱继续搁请教这个阿贵啦吼，这个针对着头拄这个朱老师吼，朱执行长安尼讲，伊讲这是所有人的这个权利，唔那是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权利啦吼。你安怎去看咧？我觉得以我们现在在这个释宪案里面讨论的争点，它其实就已经整理出来了，就是在讨论针对说原住民族的狩猎文化权利是不是宪法保障的当中的范围。所以其实如果按照刚刚老师的说法来看的话，会变得有一些奇怪，因为在宪法里面，它确实是有非常多的明文规范在我们的增修条文。那这里面其中就已经讲了，要积极，国家应该要积极的来维护这个文化的发展。那就会变成说，如果狩猎只是原住民族文化里面的其中一环，但不是原住民族文化的全部，变成中华民国的法律有办法有这个正当性去选择去限制原住民族的文化应该长什么样子。我刚刚这件代志是最奇怪，那是安尼是会当合理。这个很坏，其实有它根本的没有办法彰显他人权保障的这个意义。所以说，其实原住民族的文化应该要包含什么，哪一些是它的一环，这其实是由原住民族自己来做决定。是，所以这个法规会不当的限制，让中华民国的法律有办法去认为说原住民族的文化应该要是什么。这件事情不应该被
合理正当的成立。是，这是我的意见。OK， 袂当合法合理吼来去做个说明吼。其实头拄啊，这个阿贵嘛讲着吼，今日这个宪法法庭头顶所要去了解，就是有这个3个这个重点啦，咱有去做一个整理。咱吼头一项先来看讲吼，原住民即拍拉文化权的这部分吼，头拄啊，咱讲朱老师伊讲吼，哇，这个拍拉是讲吼，这掠鱼啊，大家拢有需求，只要是人拢有需求，但是咱讲这都是一个智慧的这个产生啦。咱看讲，咱的这个宪法到底是毋是有保障着原住民拍拉这个文化权呢？其实伫咱的宪法征收条文第10条第11项，伊就讲了，咱台湾的国家吼，这个文化一定要好好来保存吼。原住民族的语言也好，原住民族这个文化好啦吼，拍拉就是一种智慧，就是一种文化吼。继续，咱个请教这个亚巴斯啦吼，拄好伫山顶落来吼，爱行14点钟吼，有去吼山里行行咧看看咧，啊，其实嘛有看到这个动物啦吼。跟咱分享一下伫山里的这个感觉，在山里的这个分享一下。是啊，我这边也是稍微回应一下刚刚那朱老师的意见，然后就是，确实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啦。那问题是，台湾原住民族从过去到现在，这个我们讲说狩猎的这个行为，这个文化是存在到现在的。那就好比我们之前去，我们不会讲说去打猎了，然后就像刚刚讲的，其实没有猎人这个概念啊，就是它不是一个专业的名词啦。那我们讲说去拿肉，或者去走路，类似这种方式去讲，那。就会像这地方我们可以分享一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拿到的猎物哦，就是拿到的像鱼那些东西，其实我们类似说背个20公斤，可能留给我们剩下不到1公斤，其他全部都是要分掉的。分掉哈，都是一定都是分的。像我之前没有在打猎的时候，那。我们的家族的长辈，他会特别的留给我们哦，就是类似说哪一个动物的哪一些部分，那是维系家族的感情。然后还有包含说那个猎场的智慧，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靠这个我们讲说狩猎的行为去维系的。那另外一个提到的是有关生态的这个部分，其实真的如果。就没有去过的，真的不知道。就是说，当现在我们过去的像是山羌，在2019年才被解禁嘛，那可是我们在那个之前，我们都知道说它其实是已经泛滥到非常严重的状况了。那甚至是说导致我们猎场的一些生态是被失衡掉的，像是说，因为我们把人的这个概念脱离这个整个我们讲到食物链或者是生态的这个圈子里面，那就导致说那些物种是完全没有办法制衡的。那它甚至有一个像这一次我就看到说有非常严重的状况，是我们的整片山林的那个五节芒的芒草全部被山羌跟山羊吃掉。那个是过去根本就不敢想象的状况，它甚至会去影响到我们州族，就是我本身是州族，我们州族对于一些传统文化需要用到那些植物的实际上面记忆也好，文化上面也好的影响，那是反而是造成另外一种生态的浩劫。对，因为物种是没有办法，因为当你把人的这个概念拿掉的话，那它里面就会失控。所以就变成说，我们除了就是现在目前在进行的这所谓狩猎自主，它除了在进行狩猎之外，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进行生态的监控跟维护。因为我们要的是能够永续发展的自然资源，而不是说像去动物园看的，然后那个动物园看的那就会是我们不希望是这个样子。拢是死的啦哈。对。其实这个亚巴斯讲到一个重点，咱讲这个生态圈本地都有这个咱讲这个食食的这个部分向伫头前，向伫后边，这拢是拢摆好好的。然后其实头拄啊，人就是一个环境的一个因素伫咧。过去应用这个智慧可能这个人的这个因素，可能过去有这个台湾这个乌熊也好啦还是讲这个豹也好啦拢会去甲这个动物共生共存。但是甲这个人这个部分提掉的，可能山羌嘛侪另外这个山羊嘛侪地势就讲环境的升腾，这是无法度恢复啦。继续，咱个先请教这个律师啦针对着这回啦今仔日这个言辞辩论的时阵，你阁看到啥物？咱讲到无论是这个内政部也好，警政署也好啦甚至是农委会因的讲法内底都有欠点无？其实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视线的一个内容，然后那其实。因为咱主持人拢有经历咱今仔日的物件，那我也提供给我们电视台你也发觉一个代志，讲几乎大多数的应该说大概除了一位之外，所有的鉴定人跟相关的机关，其实都承认一件事情：原住民族的狩猎文化权是宪法所保障的权利。而且这个东西不是讲你会当为中华民国宪法来看。
你还要加进转型正义的角度来看。OK， 更何况在生物多样性公约都承认原住民族是能够达到生态保育的一个重要的伙伴。那更不用谈我们已经内国法化的2公约，或是原住民族权利宣言，都在的承认了原住民族对于这块土地的这个自然界的权利。那台湾94年通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条也都承认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想这个东西是大家一致性的。那比较有出入的地方，大概就野生动物的部分，就是说事前管制的问题。好，那林务局这边以了解讲，今嘛全面的事前管制，应该嘛唔对。是，应该嘛唔对，因过去无够了解原住民的因的生态、因的智慧，伊无啥了解。今嘛透过做这实验计划，透过野生动物保育法咱第18条，去做一寡实验性的计划了后，尤其是太多咱闽南州主遐，冇这计划，发觉讲，其实。现代管理跟原住民的传统狩猎的生活智慧写当结合，是，所以讲，你这边推出了3阶段，就讲第1阶段还是维持事前管制，但是一部分松绑，说有些特殊性你无法度有先去申請的，好，例外你之后再来报备就好。啊，第2阶段就是你一次申请一整个大期间，这段期间你报备，尾仔就是互你自主管理，因为你确实无问题，好，不过这个物件咱大多数的学者拢会当讲啦农委会是安尼讲，咱的鉴定人是刚刚讲事前申请这件事情是违宪的，是安怎讲呢？第1点你就知影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我就安怎知影？我是安怎知影？讲我去山顶，我要拍偌济，我要拍来啥物？你讲我都确定？有啊。你今仔你出去要拄着啥你都无一定啊！你有法度确定这件代志？所以你是无法度确定的，而且这是违反咱的禁忌的啦。OK， 所以讲这件代志是。这个东西是实际上，第一个它是无效的规定，因为大多数主人都没去申请，除非是在大型的祭仪的时候，就这款代志也可以事先申请之外，那从林务局的报告你买那看得出来，其实以马展亚公真正比较多的一个狩猎行为，其实是在日常的自用，其实大家都误会一件代志，讲原住民只有在祭仪的时阵才会拍啦，唔对。日常时就会拍啦，日常生活的时阵就是，都会拍啦。所以讲，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至于说，如果我们不要事前这么严格的限制，那林务局他提出一个折中，你的讲，你原则上还是希望你5天前申请，那除非你有紧急的事情，那之后报备。但是我是刚刚讲这个代志，不如咱就是配合其他制度的一并的去做一个管控。好，不过我都替其他族人发言，但是我个人的意见呐，我个人意见讲，如果今天真的要创造一个猎人的概念，那的好这类猎人透过部落来认可这样的一个猎人的资格，也就是说，这透过人的资格去绑定他的这样的一个回报的义务，是某种程度上，那我列回来也是一种报战功的表现。那可能报战功他们待会去解释一下，我回来分享。那分享的时候，我就可以透过很多科技设备，我去定我的定位，我去回复。其实你也还是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数量，还是有一定的方式可以去做。所以我会觉得目前我们申请人这边的主张是认为是他违宪，可是至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点？我想这个原基法第21条已经有特别的界面，还有国际条约都有了哈。总共你得要跟原住民这个咨商同意，所以这个程序，我想我这没有资格帮他们发言，但是我个人的话有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建议。OK， 其实咱咧讲啦吼，伫咧拍拉这件代志吼，他都律师是讲的吼，伫日常生活都有啦吼。其实咱讲吼，到底吼有一个重点就是事先爱来去报备啊，无要报备啦吼。若是讲事先报备，原住民族这个朋友是认为讲，咱看到这个可能是违反到这个部落的这个禁忌伫咧吼。另外就是讲吼，到底是要安尼去管控？其实咱嘛看到讲今日这个真侪部会拢讲到吼，可能会当透过部落的这个自主管理的这个方式吼，所以拍拉这个方面应该是大家拢是稳准，这是原住民族的这个地区无唔对。但是咱这边要过来请教这个主执行长啦吼，就是讲吼，真正若是讲这件代志吼。讲过去啦吼，有人讲啊，这个拍拉可能有一寡这个商业的这个行为搁伫内底哈，商业行为又在这个里面的话，是不是你们这个在动物保护这边也是会担心的？这个朱医生。我想从宪法来看，宪法第2项讲的是环境的保护，第11项讲的是原住民族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发展，但是在第11项的后段。其实也提到了，不是只有原住民，像澎湖，还有边田是金门地区等等。所以在宪法里面，在文化原住民的文化，其他地区偏远地区的这些文化，
跟环境权是同时都要受到尊重。所以环境权跟如果你要讲说有文化权，那环境权在宪法的层次它也是一样。所以这两个部分是要衡平的考量。那除非你不是中华民族国民，你认为我不需要遵守这个宪法，那这个宪法当然就要适用于原住民族，也适用于其他所有的民族。那事先管制、事先申请，是不是能够知道哪一些物种？这个也许可以讨论，因为这是细节的问题。但是要不要接受政府的事先的这个管理？因为这是整个生态的问题。过去有很多人狩猎，那现在很多人不是原住民族，也都要，而且要接受这个政府的管制。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讲的是保育类的动物。那今天刚刚有人说山羌会泛滥到不行，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违反了一般所谓的生态保育的这个知识跟常识。物种其实反过来说是人类才是生态保育最大的伤害者。那今天只是因为人类原住民的人口也好，汉人人口也好，它的开发人口不断的增加，我们看到了好像很多动物是多的。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完全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动物的多跟少。如果从生态的角度来看，从永续的角度来看，不是动物的多跟少的，而是我们要适当的利用，不是完全不能利用，而是适当的利用。那在所谓的适当的利用，我们已经分开了保育类跟非保育类的问题。非保育类的问题今天不是我们的重点。保育类动物，那既然保育类的动物，所有的人都不应该收养，不应该拿来吃，不应该拿来利用，那只有原住民可以利用。我要说的是，这个在宪法里面就必须受到适当的衡量。OK， 而不应该全面的美化所谓原住民狩猎所谓的传统。因为生态环境都一直在改变。OK， 这个因为这个技术的问题，咱继续过来先邀请到咱的这个阿贵啦其实咱头都有讲到这个主执行长佫讲到这不是这个原住民族会当家己去享用的这个问题，但是咱嘛当讲到其实过去咧算长这环境不是这个原住民族，是过去真济咱讲汉人也好真济这白人入到这个社区看到这因这个会当去拍啦用到这个钱有当时去沟通疏通啦但是这个可能嘛是因这个 concern 有过路的这个所在，安怎去避免呢？其实今天的这个言辞辩论庭上面，鉴定人裴佳琪老师他就有针对说，这个动物保育、生态保育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跟原住民族去狩猎这件事情是相冲突的一件事情？他其实就有提到说，其实台湾在过去的50年来，其实都是没有在做这个所谓的野生动物的管理的，所以说。这个对现代我们在谈论所谓生态保育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帮助？你透过禁止原住民族行使他的文化权利，到底有没有办法让生态保育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其实，在国内外的学界，今天在这个言辞辩论庭上，裴佳琪老师是做出他的意见，是认为说这件事情是没有。对于野生动物的保育是没有帮助的。OK， 所以其实既然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对于狩猎的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的内部规范。那透过这些内部规范，跟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文化观点，那其实是有办法让所谓的生态保育，或者是说更限定的来讲，野生动物它在每一个栖地的。它现在的环境如何？然后它的种族跟族群里面到底有多少？那它的生存态样有没有受到打击？这些东西反而是更能够达成我们现在一直担心说会不会保育类动物就突然就灭绝了？它其实是有对于这个生态保护是有帮助的。是，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鉴定人的意见。OK， 继续要请教也不是啦咱头拄这个主执行长安尼讲你有啥物款的这个回应其实咱讲这个原住民处处都是智慧啦，到处都是智慧啦然后这个过去我们看到白浪进来这个可能是商业的，可能是他们担心的这个部分但是在部落自己有这个一套系统来做管理，或者是一些记忆等等上面的一些限制你怎么看呢？所以就因为就是确实我们不这个过去这个状况是确实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个状况没有那所以才需要自我管理那所以因为什么现在就是我们在看自我管理，因为我们每个猎人进到猎场，他其实都会相互通报，就是我要进去了
哦，然后接下来拿到多少的肉出来，哦，那个肉分到哪边去，那个都是非常清楚的。哦，那你要在这个过程中，我说我要进行商业行为，那是会违反我们目前在州族这边试办那个自律自治公约里面的规定。哦，那个是甚至会被除名的状况。那所以说提到这个东西，就是，我就会觉得就是我其实也是很莫名的，就是说，当我们的鉴定人像裴老师这边提出了这种我们讲说，人跟生态的这个保育之间是没有冲突，尤其是狩猎这件事情，甚至还会去我们讲说，除了物种监控之外，还有包含说去刺激让这个物种能够更繁衍的这种状况，这是学术的研究资料。那我们就实际上面在实地去到猎场去看到的情形，就是看到不管是这个物种迁徙。因为太多迁徙哈，那这个我就不知道，朱院长他这边不看我们实际上面在山林里面发生的事情，不看学术研究的报告，纯粹是用想象的去做保育，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不是很我觉得是比较难去沟通正面的沟通跟回应。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自然生态要保育嘛，哦，你讲说靠山吃山，当你没有文化内涵，你一定会进到商业行为嘛，对，那就是因为没有文化内涵，所以才进到商业行为，所以不要讲说哦这个澎湖离岛人也在打猎哦，因为如果你今天有商业行为，那 fine， 那没有问题，那我就尊重你们的这个。那我们都是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这些猎物都能够繁衍生息，就大家能够一起好嘛。那你不能说哦，我今天有可能你会去做到商业行为，那你有没有实际的数据拿出来看？我觉得这样子的对话其实是没有基础，这样子对话是蛮危险的啦。OK， 感谢亚巴斯啦吼。其实咱讲到吼，这回吼，因为这个王公人的案件吼，咱等嘛讲到潘志强等等这个部分啦吼，咱过来回顾一下吼，王公路这个部分是这个2013年8月时阵吼，伊捡到一支长枪啦吼，为着要互这个咱头讲的友好，要互老母食这个野味啦吼，所以咱讲伊去拍着山姜也好，还是拍着这个山羊也好啦吼。2015年11月时阵吼，去用违反着这个咱头讲的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啦吼，向判3年半。另外咧，原底吼，伫咧2016年吼，要入家来去服刑啦吼，但是这个检察总长严大和吼提出着非常上诉啦吼。另外2016年的时阵，法务部长邱泰三甲检察总长吼严大和召开记者会呼吁。最高法院吼，佮审理着这个案件。另外看到2016年啦吼，11月头一摆伫咧最高法院来开庭吼，但是开庭敢若征询着这个农委会、原民会甲警政署的代表啦吼，提供可咨询本案的这个专家学者的这个名单。另外2017年2月时阵吼，佮一届开庭吼，迄当阵透过网络直播啦吼，公开来去审理着这个族人这个非常上诉的这个案件。正做是头一个。另外咧，2017年2月时阵发布着这个新闻稿讲吼，过去因捌派3名这个检察官吼，主张讲这个确定判决使用法则无正当啦吼。另外还着讲2019年啦吼，咱头都有讲到，这个部分正介重啦吼，山羌已经自这个保育类动物吼，变做是一般类的这个动物啦吼。所以咱等下搁好好来讨论这题啦吼。2021年吼，就是讲这个司法院大法官就是关于讲有违宪吼，即系有异议啦吼，来申请着改税案啦吼。所以咱今日看到讲言辞辩论啦吼，咱有搁做另外一支吼，这个新闻片要来互观众朋友搁一届来了解。先做来看。在原住民的下湾之下，布农族的王光禄带着翠安，亲身来到最高法院出庭，因为提请来捕猎保育类的动物，给伊妈妈食。王光禄互人因侵跑弹药管制条例，才会罪判刑3年半确定。检察总长严大和认定判决违背法令，提出非常上诉。最高法院开庭调查，创下台湾司法的头一例。这个不是说关于到我自己本人，这是关于到我们族人，还有我们的祖灵哦，能够还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王光禄主张讲做一个布农族的查甫人，若是无拍来穿，会互族人来乞笑，坚持要守调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对专案的争点，因为王光禄摕拍来穿，互人认定毋是用原住民文化会当用的方式来制作的，再互人判刑。律师团是提出原住民家己做的穿，实在太过简单，常常拢会发生遭会伤人意外，安尼法规实在太过为难原住民了。设计协会的枪支可以用这么好，这是玩乐的枪支。玩乐的枪支可以用制式的枪支，但是刚刚你们看到的枪支是用冲天炮的火药，用钢珠，用我们装潢用的底火来填充。如果你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制作枪支，你就等于是
非法的枪炮。最高法院展开调查程序，马且文明会内政部还有专家来做鉴定人，对本案提出意见。他基于孝顺妈妈哈，然后到这个猎区里面去打猎啊，这个是布农族传统的这个猎人文化，所以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法律观点来给做一个法官这个很重要的参考。原住民依照传统的文化提前来拍蜡，煞互人判刑，引起争议。所以最高法院嘛头一摆开放网络来直接播送开庭的过程。这样子的结果，它可能会破坏了原住民的传统文化，让原住民有很严重的剥夺感跟抽离感。原住民提前拍蜡，在法律的规范，还有传统文化之间，都一个较重要。各看法官最后是如何做出判决。记者台北报道。是啦，继续来看到讲吼，这个枪的部分吼，其实嘛是一个重点伫咧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枪的这个部分吼，温准讲吼，原住民族吼使用无安全，也是讲无法度吼有效来拍蜡的这个吼，可能有危险的这个枪吼，无温准使用吼，咱讲吼，这个制式的这个拍枪吼，来去逮捕猎捕到咱讲野生动物啦吼。原住民族吼基本着咱讲的这个拍蜡的这个文化吼，那是饲着咱讲吼这个改造的这个枪啦吼，来去捕到这个野生类的野生动物吼，应该受到宪法甲国际公约保障少数民族的这个文化甲生活权吼。继续，搁请教这个律师的部分吼，关于这个枪的部分，咱今日看到讲吼，这个原住民族有族人嘛提供着讲吼，过去咱用刀啊用枪啊吼，即阵吼，为啥袂当搁用吼其他的这个枪咧？你安怎看？其实咱这个物件你来看，其实你要拉开那个历史的观点来看啊哈，原住民使用猎枪的历史可以往前追溯到16世纪哈，甚至更早。那么它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使用的东西当然是靠交易而来的嘛哈。那也许是直接跟外国人，也许是透过汉人、客家人去交易而来。他们也使用这样的一个好的制式猎枪进行他们的狩猎的这个行为。好，但是一直到即便在日本时期哈。全部的收缴他们的这个猎枪，那换成的所谓的春田冲，好，就是说由他们的陆军这个少将嘛哈，从这个春田去设计了一款制式的猎枪哦，是制式的猎枪，让他们去狩猎，好，即便日本时期哦也是如此。那在一开始民国的统治的时期，其实也是可以使用相关的安全的制式猎枪进行狩猎的哦。那一直到，所以我刚刚想强调一件，就是到民国72年这个枪炮弹药立法以前，原住民族都是使用制式猎枪进行狩猎，所以你从这边你也看出来，制式猎枪怎么跑出来的？就在72年定一下这个条例之后，他有说他要定一个办法，就是要一个特殊生活人民的这个枪支的办法，可是从72年开始，历经了15年都没有定，那这段期间他又禁枪，又禁子弹，这么我被怕了，我被拿走，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去跟人家学，跟人家做嘛。所以才出现所谓的自制猎枪。所以警政署去说，他85年、86年去调查的时候，大概用自制猎枪。一方面，谁要跟你讲实话？即便我有自制猎枪，对不对？你来抓我啊，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我是被你逼的，得要去做这些事情。是。好，那今麦一节大法官问这问题做处理，讲你们讲这个规格，你们自己警政署有没有做一支出来打看安不安全？警政署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实际上根本也不会。那也在大法官问了一件事。你们有没有做很多辅导的措施，教原住民如何做一支安全的自制猎枪？你嘛不够。然后他也顺便说啊，这个我们警察哈，这个事务繁多，也不是每个警察都懂做枪。实际上真的有警察懂做枪吗？应该是没啦。哦，所以你看看这样的一个制度，其实他就放原住民自生自灭啊。是。那这个东西当然是不安全，他自己也承认不安全，所以他后来才提出说啊，我们希望可以提供这个制式的这个零组件。让你去煮，可是至于煮起来安不安全，伊嘛无讲啊。今日这个王国龙伊本身嘛有讲到吼，那是你要给我零件啊，无我一支较好的枪。那他们就讲说了，给你好一支制式猎枪啊，我们这个很多问题要解决啊。那其实说真的，你不能去控制它的规格吗？你不能控制它的，因为他说它远距离的那个武器嘛，怕危险，你不能控制它的射击距离吗？是可以的。你不能控制它的火药范围吗？可以的。那刚刚讲说。自制猎枪难道火力就低吗？其实不一样啊，我拿火药它较济，我还打出来比制式猎枪更加可怕。但是因为它就是因为这个没有一个制式的子弹，好，然后又有锈蚀，还有等等很多的问题，然后枪支本身又不是很精良，所以它还有那个风险在。那要是其实大家讲啊，几乎所有的这个鉴定人都大概
即便是只有几位李明祥老师认为说，原则上他认为支持猎枪合宪，可是他还说不排除开放更安全的猎枪哦，他也这么讲。那更何况其他所有鉴定人，那就只有除了内政部以外，都认为这个质量是违宪的哦。好，所以说就这个来看，其实这样的一个不安全性。会导致这样的加上刚才讲的这个狩猎的污名化的这些事情，会让狩猎文化法传承下去，会让他们越来越不敢去做狩猎这个行为。而且依照相关的国际条约的一个内容，我就不细念了。那原住民为什么不能享受进步科技？更何况这个是我原本就有的东西，我原本就拿好的枪在打猎。那为什么我不能在这个兼顾的情形之下去做这件事情？原住民就只配用很不安全的自制猎枪，而且你还不教我怎么做。我想要开班做一个座谈研讨，你还要禁止我。OK， 那所以你其实根本没有去落实说我要让你有一支安全的枪。那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对原住民来讲是一个蛮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啊。拍拉会使哈，啊，这做枪的这个部分那无对着这个时代这个进步了哈，所以这嘛是今日这个重点之一了哈。所以家己做枪的这个部分哈，依照咱讲的枪炮弹药吼，都还管制条例吼第20条吼第1项来规定了哈。那是讲原住民族吼无经过吼允准吼制作运输，也是讲吼家己有这个吼家己制作的这个拍枪啦吼，就是讲枪吼，啊讲免除的这个刑罚。另外咧，敢讲要用到这个行政法尔啦吼，啊头顶所规定吼，应该是免除这个刑罚这个拍拉工具啦吼，现伫咧咱讲吼，家己制作的这个枪啦吼，虚枪吼，是毋是这个危险吼？这是今日这个重点。但是咱看到讲内政部甲警政署的代表有回应讲吼，家己制作的这个枪吼，未变成这个犯罪工具啦，会当维护到这个咱讲的这个公共秩序啦吼，安全的这个枪会当实践到这个拍拉这个文化权吼，较好的这个做法是由政府提供吼，自制咱讲吼蜡枪吼枪，但是伊即阵要互你零件尔吼，提供敢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咱讲尾啊会行到一步，咱先搁继续请教这个阿贵啦吼。今天警政署这边有一些回应，其实都还比较没有逻辑啦，就是说他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有说为什么他们之所以之前是做出这样的法律规定，然后建议，即使是这一次的意见书里面，也都认为说应该要继续限制在自制猎枪才可以作为狩猎的工具。那他们的理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限制。警政署说，我们内政部警政署都说，我们并不限制狩猎文化的内容，我们限制的是这个狩猎的工具。就是说，工具因为可能会影响到有一些社会维安，所以说我们其实没有要限制原住民怎么狩猎，我只是限制他的工具。但是这件事情就很吊诡，我们要怎么去实践狩猎的这个活动？它当然会是跟着我们内心所想的刚刚所提到这些禁忌、这些文化的组成。那它当然也会连带到说，我们今天选择使用怎么样的工具去狩猎，即使是选择哪一种工具适合我们拿去狩猎，这件事情本身它都算是一个文化。这个在集体内部讨论跟这个时空流转的过程里面，我们最后选择用猎枪，甚至是之前不得不用村前枪去进行狩猎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个文化形塑的过程。所以说，警政署要用这个限制工具，但是不限制你可以狩猎这件事情，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成立的。那所以为什么说不要再用这些没有效率啊，那这个效能很低又不安全的这些工具？这其实也是要尊重原住民族的集体的意识，就是我们认为说，在狩猎这件事情上，应该要让我们有完整的权利去选择最适合行使我们这一项文化的工具。对，就是讲吼，用枪这个部分嘛是这个原住民族来拍拉这个一个地区啦吼，你允准会当拍拉，但是佫限制伊用枪的这个种类啦吼，其实嘛是限制着这个规个这个文化权伫咧啦吼。其实咱除了讲到这个王光禄这个案件吼，其实佫有咱讲的这个这个卑南族的这个潘志强吼，含这个
黄家华啦吼，咱看到这个潘志强这个部分吼，同款吼是伊来到这个台东啦吼，宜兰这个山区用到这个枪啦吼，嘛是掠到2只山羌，然后迄当阵山羌也属于这个保育类的这动物吼，违反到野生动物法啦吼，判6个月有期徒刑。另外黄家华这个部分吼，咱看到讲2019年12月时阵伫网络吼买到一支这个空气枪吼，为着是要拍蜡来去使用吼。啊，咱看到讲吼，过去吼，伊讲被告本人吼，并未去制作这个拍的这个枪吼，干那伊的这个时段吼，迄辈才会当家己去做了吼。啊，买手去互违反着这个部分的这个管制条例，判这个9个月以上的这个有期徒刑吼。同款讲到这个枪的这个部分啊，空气枪，咱头头讲到对着现代化的这个部分来去行了吼。啊，咱个请教也不是了哈，安怎看嘞？就纯如刚刚前面讲的，我们的枪支的，就是我们讲狩猎工具哈，从就72年嘛，就是1983年开始之后，就全部都因为没有子弹，你子弹买不到了，所以我就只能自己去做。那在做的过程中，从以前一开始的这个，我们从前冲的黑火药，一开始还用罗夫木自己去磨那个黑色的火药。好，那后来慢慢的有鞭炮那些东西，那些火药比较好取得之后，慢慢的用，然后再改进，然后改进到我们后来发现那个工业底火这喜得丁还不错用啊，然后接下来这些族人就开始改装啊，就是用喜得丁来用。那就喜得丁那时候也是被抓嘛，因为那时候就不符合警政署所认定的这所谓的自制猎枪，因为就诚如今天的侦探人讲的，自制猎枪这件概念是被创造出来的，那根本没有传统的什么叫自制猎枪这件事情，因为它就是狩猎工具之一。我们讲说我们有陷阱猎，有狗猎，好，然后也有像枪猎的，那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工具。那我们只是觉得说，它可能用枪可能会比较方便。那好，那我这样改进，那这后来这个我们讲说那个。前面这个蔡宗成案，后来警政署就是因为最高法院也认为说，你这个警政署这个规定根本就莫名其妙嘛，因为法律根本没有这样规定你嘛。那后来好，那警政署就自己去改了，就说啊，那除了这个黑火药可以之外，你这个喜得丁的这种，还自己创造一个名字叫后膛枪，那个根本也不是后膛枪，那个也是我们的自制方式出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王光禄这边又出现了，然后我们讲说他这个口径可能大一点，然后接下来又说啊，这不是自制猎枪，那我真的不知道。那你到底你的自制猎枪，你要不要给我们明确定义什么叫自制猎枪？因为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定义什么叫自制猎枪，然后你要我们自己去做，好，那我们就想办法嘛。像今天看到的，确实因为。我们会做枪的族人这个真的是我们讲说刚刚提到那个罗夫木，我们也不知道那个要怎么去做了那当然说这个制作枪械的族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了。那接下来这枪支要怎么来那或许就会有人用空气枪，因为它就是拿来打猎枪，不就叫猎枪吗？然后而且我要稍微再改一下，那就不叫自制猎枪。你又说这不行，那我就说，那你警政署跟我讲一下，那什么枪可以用嘛？那所以那时候才讨论到说，那是不是有甚至那时候有提到说，是不是由军工厂去提供，像当初日本时期那种春田桶它甚至是说你都可以在上面进行管制，因为现在的枪械的管制的方式，像今天有提到，像大法官也提到像那种科技跟踪的方式，可不能这样子进行去管制，让这个我们讲说，如果你有疑虑，这安全疑虑，那这样子不是会更好吗？那你又不这样做，然后就放任我们的族人用这种，你有没有看过用黑色绝缘胶带绑的枪支？你敢开吗？部落都是这种枪啊，那就变成说你要我们去拿这种枪，然后开的这样提心吊胆的，然后这样到底要怎么狩猎？然后如果拿好一点就要被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人道的一件事情。以上补充。其实这个内政部今天有讲到了就是讲过去因为要做一寡代志但是今天族人嘛有问伊啦为什么即阵的这个好的枪一直拢轮袂到咱用？到底咱讲规个这个法令的这个部分？倒位会当过去松绑一个啦咱嘛看到讲这个过去就是用到这个20条这个第1项啦还有这个管理办法的第2条甲第3款正义就是讲敢若阮准用到这个无安全，还个无效真正有效来去无法度有效去拍蜡的这个部分的这是枪另外警政署的这个部分，伊讲目前采取的枪支管理的这个架构啦咱讲到嘛是伫咧宪法的这个部分啦但是咱的这个宪法并无明文规定讲人民去使用这个枪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基本权利啦但是咱嘛看到讲东华大学法律系副教授蔡志伟讲啥，这个枪条每期甲日本时代啦原住民所用的这个拍蜡这个枪拢是咱讲的这个毋是改造的这个枪
啊，是安怎？这个战后就是国民党统治台湾了后，原住民族变成各地爱家己去制作这个枪，然后头拄啊，这律师嘛补充过啦吼。另外，台大法律系法律学院的这个教授伊嘛讲到，原住民家己去制作，还是讲摕到这款的这个枪啦加这个登记，啊有适当的这个管制甲开放，然后可以当落实到原住民族舶来文化时代性的这个意义甲多元性的保障，所以安尼看起来。这林教授较明理啦吼，你怎看？其实哦，他都讲过啦吼，即便是林明强老师，他也觉得自制猎枪这个制度，如果说它合宪也可以，但是你还是要做一定程度的调整。那也代表他也意识到，其实这还是会有自制猎枪还是有一些问题啦。哦，那讲到等来咱这自制猎枪的问题啦吼。其实真济老师跟我们去找很多社会新闻都可以看得出来，自制猎枪是具有高度的危险性。是。好，那它的某些效能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好，好，所以就在打猎而言，它其实是有种也是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一个工具，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就是治安的问题，好啊，一直讲提枪做可怕，原住民提枪去犯罪，好，但是比例一比起来就是安尼嘛。对，但是我们有出示过警政署自己的统计，这不是我们做的，是警政署做的统计哦，好，还有包括法务部的统计也一样。呈现出来就是持枪犯罪当中，原住民持猎枪自制猎枪去犯罪的比率非常低。那讲差不多一档咱差不多15件一个枪支犯罪来对，原住民了不起，原住民持猎枪犯罪了不起占1%不到。其中你若扣掉讲，因为是单纯的持有这个，就是单纯的持有违法的自制猎枪，还是讲你违反野保法等于帕拉嘛扣掉。犯其他罪的根本就是维护其伪。OK， 这伊嘛无否认啊，伊嘛知影啊。所以讲原住民持枪狩猎这件代志，原本对治安的影响性都无遐大。好啊，因一直讲提互因自制猎枪会较危险，因为什么？换枪的时间会比较短。啊，其实你说真的啊，换枪时间长短，跟我拿枪，你都认为具有杀伤力，你对治安都有同样的影响，伊原本就是一个紧张关系嘛。但是为什么原住民提枪无去做犯罪使用，无走市区黑白开枪？就是因为有自己的自律，他们对枪是尊重的，因为使用的文化有那样的文化规范去缩掉的，有无？你哪讲基本上你要改这个，不让他们的这个文化继续下去，你还是求基本上你用各种法令去把他们的文化给肢解，包括刚刚讲为什么他们会州属算好哦，因为猎场维持的还不错，虽然讲土地是。登记是中华民国，然后林务局也是国产署，但是因以往去拍啦，以往去巡视猎场，但是你也看，你其他所在去管制掉做危险，管制掉做屌的啊，比如讲太鲁阁主做这伫国家公园根本都无法度入去，因为猎场遮苦，我无法度去管理，买去我的文化无法度传承，个讲提枪拿着猎人打猎是很丢脸的事情，因为文化无法度传承的可以时阵，规个原住民的文化的崩解啊，那是要安怎实现咱宪法说要维护促进原住民族文化的迄个诫命，根本都无可能嘛，对啊。所以咱讲到这件代志啦用到枪的这个问题，也是讲这个生态维护。过去原住民族嘛是用到迄个历史背景去用污名化，继续伫遮咱看到讲伫咧宪法法庭头顶无论是这个原民会伊讲较对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头拄讲的这个内政部好、经济署也好啦，还是讲这个农委会等这个部分，其实有当时因的这个理路无遐尔清楚，是为着要辩论来辩论的不是？政府有自己的立场啦。OK， 但是我们说从治安的角度来讲，那个开放自制猎枪跟你开放自制零件到底差别在哪里？也不共和清澈啊，是，对不？你自制猎枪你还是有很多可以，他们在以他都购买我开放我今晚要考虑自制的零件，对不？我会当教你安怎做，我会当教你辅导，辅导你登记，我会当教你。讲要安怎去处理这个代志早就当做啊。是自制猎枪是不是本身赶快当做？自制猎枪我给你编，我强制你，大家都有编号啊，枪证管制。我不止枪证管制，我还要讲过呀，所有的猎人都要经过一定资格的认可。也就是说，不是原住民你得当去拍啦，去原住民嘛不是安尼，咱主任不是所有人都可能拿枪打猎，嘛不是这个代志，因为社会分工嘛。是，所以讲你看从人的管制，咱嘛有这个循环。到枪证的登记。子弹领取的登记，我是光个人的看法啦。你可以控制子弹嘛？你若无子弹的请上，我们得把打，球棒你啊，你也当各什么东西去限制。你讲怕有人去山区，有人暗时去山区是被重伤。你要讲这边是原住民的领域，这个狩猎区你警示啊。你比如讲游泳那个夏天不要随便跳下去游泳，就让嘛跳去游泳溺死啊。是。
所以这个关键这个方式真济啦吼，配套的方式还佫真济啦。上尾我先佫要请教这个也不是啦吼，咱看到这个做法还佫真济啦吼，上尾当佫建议吼政府还佫有啥物咧？我们目前的实际上面在狩猎这件事情已经走到了自主管理，然后接下来要如何做到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林务局所提的这3阶段，已经准备要进到第3步了。OK， 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又有点要回到最前面这个地方，我们其实会比较担心啊。那如果说就我们目前几个示范地区的这种做法，包含说是猎人然后猎场。动物的这个管制，如果是可以的话，我是真的是真心希望这个制度能够继续推下去。那如果这样子推下去的话，它才有办法真正的有效的回应到包含说今天朱老师提的这个有关这个生态保育的这种想法跟我们在针对实际上面，就刚刚提到说我们过去根本没有在做物种监测，谁去做？那还是要猎人自己去做嘛。那猎人，我们目前就真的有看到一些数据出来，然后有包含说它可能因为气候变迁的影响，可能是因为物种泛滥的影响，我们发现到族群有迁移的这些状况。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做到更有效的我们讲物种监控。那再回到我们讲到狩猎工具的这个部分，因为确实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枪支都是非常危险的枪支那要不就真的是我们看到动物都要不知道要不要打，因为我打了它会不会死我都不知道，它会不会跑掉，它跑掉我追不到，就我们就是会停留在这种状况，就会非常紧张。那所以不然就是那个会有我们枪支会容易走火爆炸这种状况。那所以就变成说，那枪支的管理那既然警政署认为说这个我要做这个零件，那就做嘛，那就我们就试看看要怎么样。然后尤其是当我们的这个狩猎的文化，就自然资源的权利是被不管是原基法或者是宪法所保障的话，那实际上面它该怎么成型？那我们部落有一些经验。那如果你们不懂的话，过来看看或者是像朱老师也可以来我们猎场看看跟他们走走看不要只是用想象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健康的。莫讲用想象其实这个结果啦，咱讲到实现这部分伫咧1个月后有答案咱嘛继续来关注。今日感谢所有来宾，感谢乡亲好评说话，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感谢，谢谢，感谢。